大家好，英语的 hit、蒙古语的 hit 后、汉语的打、砍是同源词。英语的 knife、法语的 kutu、蒙古语 hitoga、汉语刀也是同源词。那么我们再纵向的比较一下，hit 和 knife 也是同源词，但是我们从读音上很难找到它们是同源词的根据。但是呢，我们证明 knife 和法语 kutu 是同源词，就可以证明 hit 和 knife 是同源词。先看看这个全欧洲的关于刀的这个读法啊，北欧也都是 knife，然后呢，英语 knife，法语 kutu，然后罗马尼亚语是 kudit。我们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知道这两个是同源词。然后呢，既然我们知道 knife 和 kutu 是同源词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证明 hit，因为 kutu 和 hit 已经很接近了。我们再看看古代的读法，那就更近了。hit 在古代 hitan hitan，现在丹麦是 hit，原始英欧语是 kihit，这就很近了嘛。hit 和 kutu 这就很近了啊。然后呢，hit 就是砍打这个挥刀的这个动作嘛，就是这个工具使用的动作就叫 hit。然后呢，这个工具的名字本身就叫 kutu，这很好理解。蒙古语里面是最好理解的，hitohu 就是砍，hitoga 就是刀，这很好理解。从 hit 和 knife 已经是不好判断了，但是从我们追溯一下古代读法，hit 和 kutu 也可以知道它们是同源词了。那么这里不好判断的是砍和刀，它怎么也是同源词吗？打和刀，我们读音上可以判断是，但是呢，砍和刀也是，因为什么呢？有趣的是啥呢？汉语是方块字，方块字很难承载多音节的读法，所以呢，很多音节就丢失掉了。比如说这个 hit 这个hit 或者 hit 这个读音呢，砍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个 hit 的这个克，然后呢打就是那个 hit 的下面这个，然后就是上面的克没有了，变成打。然后呢这下面的打没有了，变成砍。其实这是一个 hit 演化来的，